睇緊嘅係亞洲電視本港台。再一個4歲男童證實感染 H5N1 病毒。私人機構如果冇法例授權，唔可以向市民索取身份證資料。金大中當選南韓總統，話要復甦經濟，同北韓對話。新聞嘅詳細內容，衛生署證實再多一宗感染 H5N1 禽流感嘅個案，患者一個4歲嘅男童。依家證實感染禽流感病毒嘅人係增加到8個，另外2個人係懷疑受感染。證實感染嘅4歲男童目前仲喺仁濟醫院留醫，情況滿意。佢係一個幼稚園學生，佢係喺前幾日因為感冒症狀好似禽流感而到仁濟醫院睇醫生。衛生署攞咗佢嘅口水樣本化驗之後，證實咗。衛生署話呢個小童同其他9宗證實或者懷疑緊嘅個案並冇關聯。專程由瑞士日內瓦來港調查 H5N1 禽流感病毒嘅世界衛生組織流行性感冒科主管拉旺希醫生，今朝到咗，聽日會見衛生署嘅官員，了解情況之後見記者。而世界衛生組織一啲專家接受外國傳媒訪問嘅時候就話 ，H5N1 可能已經發展到人傳人嘅階段，不過相信傳染力唔大。蔡志君報導。世界衛生組織預防疾病組專家科爾伯醫生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絡訪問話，由於流行性感冒傳染力強同傳播迅速，有可能蔓延成全球疫症，所以令人關注。但佢指出，就香港嘅病例嚟睇，仲唔可以斷定由 H5N1 病毒引發嘅禽流感係由人傳染㗎。Two cousins, they may have got it from the cousin, or they may have got it been exposed to the same source. Probably more likely from the cousin, based on the story. 科爾伯又指出，喺現階段嚟睇 ，H5N1 嘅傳染力並非好強，唔使太擔心。Thousands of chickens apparently died in the spring. There's only been 9 cases so far, so there doesn't seem to be tremendous transmissibility, at least at this stage. 佢強調，接觸死雞感染禽流感嘅機會較大，而食煮熟嘅雞係唔會感染㗎。亞洲電視記者蔡志君報導。衛生署係預備咗宣傳嘅單張，向旅客解釋禽流感同埋預防嘅方法，確保旅客安心。但唔少旅客就話擔心會受到禽流感嘅感染。蔡志君再報導。衛生署向來港旅客同旅行社編寫咗旅客須知，透過香港旅遊協會以及18個海外辦事處發放，強調旅客到香港旅遊係安全㗎。旅客須知解釋何謂 H5N1 禽流感，禽流感有冇喺香港蔓延，以及預防方法，並羅列安全措施，好似注意個人衛生、咳嗽之後要洗手、避免同有病嘅禽鳥接觸，同強調食家禽係安全㗎。雖然係咁，唔少遊客仍然好擔心禽流感，但對於點樣去預防仍然唔清楚。I don't think I would eat chicken. I'm very scared. Many Japanese coming today. So anyway, we have to do something in Hong Kong. So we worry. 而台灣嘅旅客就話，早喺中正機場就見到海報。台灣衛生署更加呼籲市民唔好到香港，氣氛較為緊張。另外喺月中嚟香港嘅其中2個日本流感專家，朝早將有關嘅香港禽流感個案資料帶返日本厚生省作詳細研究。佢哋話暫時唔會評論，稍後就會就禽流感事件作報告。亞洲電視記者蔡志君報導。邱啟耀啊，咁漁農署目前咧喺街市同埋每一架由內地入口雞隻貨車抽取雞糞嘅樣本，咁檢驗有冇 H5N1 病毒喎。但有臨時市政局議員就批評咧，漁農署嘅化驗所每個星期只可以化驗340個樣本，係唔足夠嘅。周翠珊報導。自從上個月尾開始，每一架由內地經文錦渡嚟香港嘅運雞貨車都要接受漁農署嘅檢查，即場抽取雞隻嘅糞便樣本攞去化驗，睇下有冇 H5N1 禽流感病毒。咁為咗避免感染到病毒，漁農署嘅人員喺成個抽查過程都要戴晒口罩、手套，咁同埋着住雨衣、水鞋。咁不過啲運雞貨車司機就一啲防禦工作都冇做。咁我做雞做呢行咧做緊幾廿年咯，佢死就死我先啦，係咪先？
做乜驚啫？以前至少每日有40-50架雞車咧過嚟香港嘅，咁但係自從 H5N1 事件發生之後咧，雞嘅銷售量少咗，咁所以每日雞車數目只有15至16架，而入口嘅雞隻數量亦都減少咗一半以上。漁農署表示，自從 H5N1 事件發生之後，檢查工作加強咗。以前我哋即係頭先講咗，最主要我哋都係嚟到我哋會去睇一睇，即係譬如話好唔精神啊，或者有冇咳嗽啊、流鼻水啊。而家嚟講，我哋都會即係加強翻呢方面嘢，亦都會咧係同佢哋做頭先嗰個即係抽取糞便嗰個檢查。不過現時農處嘅化驗所